收看《野球名人房》，我是小爱。那在我左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大台柱东哥，江江。Hello， 大家好，小爱你好，你好，你好。见面了。那我们上一集其实就是访问了台湾的全垒打大王，也是东哥的好朋友张泰山嘛。那为什么要这个故事？你们到底为了那100块有多大？我认识他吗？你认识。你好好介绍，他是哪一位？你说张泰山吗？对啊。你真的不知道吗？没关系，这不是重点，我们不要把来宾要来跑。等一下 Google 维基。好。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请来了一位就是大来宾嘛，是，就是我们乐天桃园的子鹏，欢迎子鹏。大家好。哎，子鹏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乐天桃园的黄子鹏。背号几号69。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大家讲清楚69号。OK。首先我们先考他好不好？好，来考什么？你觉得乐天女孩谁最漂亮？主持人最漂亮。主持人是谁？一定要这样子吗？有在听，可以。其实我跟你讲哈，在主持这个节目啊，我快要收集完这个乐天女孩们的主持的这样的一个次数。那你收集到现在，你觉得谁最漂亮？那目前来看还分不出来了，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啊，所以说我没办法让他们记住。会长，厉害。没办法，就很明显。姜还是老的辣。懂回答。姜可以煮姜母鸭，可以煮姜母鸭，所以我比较辣一点，或是姜母茶。冬天快到，是。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子鹏，就是是不是才刚结婚，还是刚有小孩？对，我去年刚生了我儿子，我老婆生了我儿子，不是我。不是你生了你儿子，我刚才你吓一跳，吓一大跳。对。子鹏很年轻哎，怎么会那么年轻就先结婚了？就爱电嘛。这个问题有带点玄机哦。玄机的，懂吗？他这结婚干嘛啦？长得那么帅，你看你那么多女孩，其他都没机会了耶。连小孩都没机会。对啊，我刚才想说哇，来个27岁的。老婆太好了，怕他跑走。哇，像这样的男生很好贴心哦，我可以嫁给你吗？东哥还有机会吗？不好意思，那带上去跑不下来。对啊，他像这个外形那么这个高挑了哈，对，然后就应该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的高富帅了哈，不晓得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有标准，而且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文质彬彬啊，那可是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或是媒体在报道都说他叫老虎。对啊，为什么叫老虎？怎么没有？因为就像狮子。对啊，就说那么帅了，对啊。这个绰号其实，说是误会吗？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其实是国小的时候刚打棒球，然后进去其实大家都会取一个绰号，是，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绰号叫什么，那我就想说，就以前其实因为可能南部可能绰号都是阿高啊什么，动物为主，猴子谁什么的，动物为主嘛。对，我想说就叫老虎好了。我说老虎有人叫吗？没有，我就叫老虎，就叫到现在。是那么刚好。其实我高中一直想改口，因为就觉得这个绰号跟我其实不符合，因为我脸就太可能 baby face。那你原本想要改什么？没有，可能就想说就子鹏啊，不然就跟我阿妈一样叫我鹏鹏就好。对啊，应该真的，因为从他的外形来看啊，要去取其他的绰号真的有点难，是不是？对啊，要不然很直接，大概就是叫他的小名啊。叫小名。小伙子啊！我刚刚是以为说可能子鹏他在就是场上的时候投那个感觉就是很像很有霸气，像老虎一样有威力，就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对，这是误会。其实我是觉得，我看他常常带这个投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点威胁感都没有嘞。为什么？就外形的关系就比较对啊，然后很像很容易就可以把他欺负、把他打爆这样子。打爆他。可是目前在乐天队本土投手里面，目前胜投是最多的。对，真的，所以说人不要受到外形，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对，不要以貌取人这样。不能说到他的这个外形，说他很好欺负，其实他的每颗球都跟老虎一样，对，投出去的时候会张开那个嘴巴，对，真的所以叫老虎 OK 啦，就大家开心就好了，大家开心就好。那你像这样子，就是在我们在乐天的牛棚里面，你算排名是目前是最好的嘛？就是还算成绩很高的，那你这样会有压力吗？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说自己可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球队。球队
比如说球队现在希望我多吃一点局数，那我就希望我可以尽力把这个地方做好。那成绩的部分让它自然发生，我只想尽全力的去帮助球队。所以就不会说因为自己要维持那个表现在，然后就给自己很多无形的压力，不会，你就是一样调整好你的心态去上场比赛。对，因为我觉得成绩这个东西，也是因为自己真的很尽全力的想去帮助球队，所以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附加价值。但如果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一昧的因为自己的个人成绩去追求它，我觉得反而会失去了我原有的态度，反而我觉得会造成一个反效果。他讲的很好了，因为毕竟棒球比赛是一个团体的比赛了，你也不能说变成3刀流了，要投要打要跑这样子，还是需要靠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能力来去打下一场胜利了啊。那当然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但你今年当然先发嘛，那在先发的一个机会当中，是在年初集训的时候教练团就跟你告知了嘛？对。那时候因为毕竟去年的时候在中继的一个牛棚出赛的机会是比较多一点嘛。那当你转了先发之后，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我其实就是马上就是转变一个心态，就是说，既然现在先发投手，我只想要说先发投手。好，你要比较喜欢当先发投手还是牛棚投手？我觉得就是进到职业后，我发现，我希望。好不想听哦！我希望就是其实自己追求的就是一个机会啦。是那时候目标是想要，先要当先发还是牛棚？但是我说真的，我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只想要先争取上一军，能够在场上表现。没有去想那么多。对，因为我觉得要先把自己的能力能够先展现，让教练知道可以用我这个选手的时候，我觉得我才有机会去表现。的确啦，因为他需要不是。的确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因为乐天桃园队它有一个传奇，就是第七轮 Lucky Seven， 对，因为第7轮被这个选中的这个球员，的确他这个加入职棒之后，他的一个目标就是看有没有机会上一军了，并不是就是在第1轮啊、第2轮就是球队重点培训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哇，他讲的这个话，就觉得我蛮认同的。那的确他有一片天了。对啊，那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乐天桃园就是我们有这个 Lucky Seven 的说法嘛，那子鹏也就是其中一位。那你觉得在选秀当中这个轮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还是说这个 Lucky Seven 真的会带给你一些觉得说哇，我就是第7位，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这个蛮奇妙的。其实当初，其实那个时候在选秀的时候，我人是在荷兰比赛，然后那天国家队啊，那天刚好是我先发，然后那一天在牛棚热身的时候，就是投手教练就是走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前面我心里很紧张，然后其实我说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啊，只是想说，希望可以自己在前4轮能够被挑到，能够有球团相中。结果那个时候前4局的时候都还没有，然后进去的时候学长说，老虎，那也没得力，你干嘛得算？然后这样心情有影响吗？那时候想说啊，是啊，然后那时候只想说，拜托就是拜托，就是只要让我进去，你就算让我在最后1轮我也没关系，我只想要先拼进职棒，这张门票，这个门槛。然后直到我牛棚快结束的时候，投手教练走出来就说，结果他就跟我比了一个这样，第7轮，然后我就心里就放了一口气，然后就终于可以投7局，对，可以，对 OK， 就是终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就是拿到这张门票。其实那时候在他们那一批在这个选秀过程当中，然后他在选秀过程当中就被选在第7轮的轮次，我就觉得蛮惊讶的啦。因为以他的一个实力不管是在高中时期也好，在大学时期也好，都是球队里面的算主力的一个投手了。你说成绩都有一定的一个成绩水准的，没错。然后最起码是3轮。那时候奇怪，怎么第1轮、第2轮、第3轮、第4轮，奇怪怎么都没看到黄子鹏的名字，我就觉得，嘿，这些人是把揪我，就觉得，因为他那时候的一个实力的确是可以成为球队的，应该说，不管是摆在先发也好，或者在牛棚也好，都可以去做运用的一个投手。对，那他应该说野心比较小了，就算有机会能够打职棒，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了。他就是想说可以慢慢爬也没关系。他已经
做出了这个第7轮的一个就是传奇哈。有实力的人真的不怕，真的不怕对啊任何，对好厉害啊，我整个要恋爱，我觉得他整个人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手以外，心态也很好，然后又是个好老公，我给你真的是好爸爸，赞哎，是还在学习当中啊，对啊我爸爸还在学习当中。那在一度你在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当然会碰到挫折嘛，因为当运动场上、棒球场上碰到就是挫折跟这个失败跟成功而已。然后那在你都是以低肩侧头的方式来去跟打者做对决。你要那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会不会一度想要去改成这个上肩？这个想法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常常有这样。当被打的时候或投不准的时候，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上面一点好了？但是上面过一阵子又不好的时候又在下面，是不是下面一点？对，但是一旦到了大3，应该说大3、大4之后，一下定决心之后就不想再改变了，因为我觉得说，既然决定这样，那我们就努力的把它做好，克服前面所有会遇到的困难。这样，改变也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他在大学时期啊，几乎他们也常常进入到这个冠亚军赛的一个赛制啊，这个可是他大概都是冠亚军的先发投手，那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让他有更有信心。这是比较意外的，就是第7轮呢也好了，才有这个第7轮的一个这个传奇啊，对，真的很棒。那我这边还想问一下，就是你有在练左投对不对？那是国小的时候，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其实都有稍微练过，都有稍微练一下。那为什么会想要练呢？你现在还有在继续练吗？现在比较少，现在比较少。之前是有真的想要认真的去把它练习练好这样，但是因为我可能不知道是因为肌力不够，还是说动作姿势错误，应该也是惯用手的一个关系吧？对，是惯用手关系。因为惯用手的一个肌力是会比较力道会比较够一点。那如果是要先天要去做一些改变的话，的确会有它的一个难度在。因为那时候是国小的时候，其实是爸爸会想要让我尝试用左投，是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都是用左手。我只是因为打棒球，我投球是用右手，但是我其他东西惯用，所以你惯用左手。其实我惯用边其实对我的左边的协调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写字也用左手吗？我写字，我爸爸是说我爸爸说，就是因为我写字本来是可能是用左手，还是什么是用左手，我自己改成右手，所以他想说我会不会是两边协调是 OK 的，所以他就让我投。国小家一看说，可以，然后就真的投了。我国中、高中也都有投，但是我可能一下子太亢奋，我投太多，我投到手很痛，所以我就其实会变成是一个我拿来，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左右平衡那种，在平衡左右平衡的时候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而已。了解。对，但是喂球我是可以的。天才耶！我还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对，因为刚才想你哪来的新闻？你怎么知道？我有做功课。你在哪里供？或者是说我做功课？你也有，所以我又多了一个功课。好强啊！第一次来嘛，要表现好一点。继续了，交给你。对，对啊，那我这边还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未来，就是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有没有为自己设一个目标，想要去达到的？我觉得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有无限可能，我不想要让自己局限在设一个框架，我想要让自己一直每年都，我希望自己都能够不断的去突破。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我不想要变的是我自己的对棒球的一个态度跟精神。我希望这个是自己能够每年都能够坚持延续下去，而不是说因为可能哪一年投的比较好，哪一年我就改变的可能比较轻松怎么样。我希望我自始至终我都是保持人家说的那个什么莫忘初衷这个意思。了解。我是觉得期许这样的野心太小了。什么叫做期许？你知道吗？我是期许你，希望你在不管是今年也好，未来也好，能够拿下中华职棒的所谓的一个胜投网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头衔，这个才是我的一个期许。对，这边因为这个胜投网这个头衔我们在我们职棒圈上本土投手已经很久没有了。对，我是希望说能够去输人不输阵啊，看能不能去除了超越自己之外然后去看能不能跟洋投这边来做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因为太久了，因为要不然很多的印象都是早期啦就是在职棒的元年，像什么在黄平洋啦、陈奕迅啦看他们这个时候就是黄子鹏啊，有这样的一个称号。
我的期许是这个啦，我一定要祝福他。所以东哥那当然不是黄子凡，希望我们国内本土的先发投手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没错没错。那最后可不可以再请东哥，就是也可以身为前辈呢，然后给子鹏一些建议？除了刚刚的祝福啊，还是刚刚你说他那么强了，还要再建议吗？对啊，应该我们是从他身上要好好去学习才对啊。不管是看在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接受我们这个访问或者聊天，讲的都很有道理。讲的很有道理，我觉得他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啦哈，就喜欢棒球的这个小朋友，应该从子鹏身上啊，可以学习到很多啦。对，我觉得应该得到很多激励耶，因为我觉得子鹏真的是一个很激励人心、很正向，你整个很正面，我不知道为什么。闪闪发光他就是有一种很讨人喜欢的特质。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不对了吧？你是发大光，你发大光，好不好？你怎么发大光？回来，前辈有镇住这个磁场，让我很安心。是吗？回来，大家都大否定，是开心了啊！对啊，那今天就真的也很高兴邀请到子鹏，那也祝福你，然后希望你未来可以再更努力、更加油。谢谢。对，那我们就是今天到这边，谢谢啊，今天好，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